全球气候暖化，热人哦是愈来愈长，透过碳白网传染的疾病，即嘛愈来愈多。欧美最近哦陆续出现真侪件西尼罗病毒的病例。另外，伫美国的东北部，今年嘛出现真罕见的一款脑炎的病毒。南韩哦最近是伫南北韩的界界严格来监控有马拉利亚病毒的碳白网。 西班牙南部的塞维亚省一起宣布，当地今年已经有5人因为着西尼罗病毒死亡。目前，欧洲地区除了西班牙以外，意大利、希腊、奥地利甲法国等10个国家，都出现由大病网所传播的西尼罗病毒。美国今年也出现西尼罗病毒，科罗拉多州甲伊利诺州甚至已有病人死亡。 前美国传染病权威福奇最近也因为患着西尼罗病毒带去，进前已经康复转去。感染西尼罗病毒差不多8成患者无症状，按过2成出现发烧、头壳痛、身体痛、会吐甲走包这症状。除了西尼罗病毒以外，美国东北部今年出现罕见的东部马脑炎病毒，新罕布夏州一个病人死亡。 威斯康辛、纽泽西、麻州甲佛蒙特州拢有病例。东部马脑炎病毒透过带病网传播，15岁以下甲50岁以上是高风险族群，致死率高达3成，而且无疫苗。就算好啊，也会造成终身的影响。专家警告，全球气候暖化、热天愈来愈长，湿热天气对大病网的滋生甲疾病传播是真有利。 We're going to see more severe cases, especially as summers get longer, warmer, and wet. 在南北韩之间的非军事区有真密的森林甲湿地，一直是大病网滋生的温床。大龙大户外节病毒的大病网飞入南韩，互南韩一直无法度达到零外节的目标。今年南韩科学家伫非军事区设监控装置，14点钟掠可能大户外节病毒的网啊。 서식 쉴 수 있는 숲들이 많이 형성되어 있고요. 그리고 무엇보다도 피를 먹어서 알을 낳아야 되는 흡혈원이 되는 야생동물들이 많이 있을 거로 생각됩니다. 科学家表示，气候变迁，特别是春天更较温暖，加上落雨量增加，可能为朝鲜半岛带来更加侪大病网的传染病。除了非军事区以外，南韩卫生单位一定伫全国各地安装706个网追踪装置，希望用彻底监督外节啦。公司新闻警员庆朋友。